说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，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来，今日咱来开讲。台语内底有真侪迄落四字的成语，拢甲华语的成语拄啊差一字啦，四字拄啊差一字，差两字。敢有影国情记几个咧？咱互相来参考一下，好无？好，头一句咱来讲。讲华语一句成语，叫做井底之蛙，相信大家拢捌听过。这就是表示讲吼，你的眼界真矮，唔捌看过什么款大的世事的变化就对啊。啊，台湾人安怎讲？井底之蛙，对啦。咱台湾人吼，甲改两字，变作高井水鸡，安尼听较有啦。就是安尼听较有，人一听就知影讲，原来高井底水鸡，就是表示讲唔捌跳出高井的意思。过来第二句，咱嘛知影讲华语一句成语，讲叫做为非作歹。为非作歹，什么歹事做尽啊？台湾话安怎讲？讲作歹，可能人听较无。所以过去台湾人，尤其戏台顶的小生小旦，这艺人用咱甲改叫做为非三做。这两字三做就是啥？就是对啦，南三做。什么款歹代志都咧做啦。过来咧，过来第三句，咱来讲。啥做为非作歹的人，正就是，那华语的成语讲叫做忘恩负义的人。对，这个负担的负，但华语的成语内底就是违背。啊，负就是违背，咱台湾人唔则甲改，共这句成语甲改叫做忘恩背义。对，唔来干那忘恩尔，我对你好，种种的恩情，你甲我放袂记，甚至佮反背，佮翻头要甲我加。你甲看这款人，看我恶质就好。啊，就是因为经过改过了后，戏台顶咧讲，人客就听较有。无怪讲真侪成语用台湾话来讲的时阵，拢会改一字、改两字。啊，过来，国情过来记咧，这改两字的。那华语内底吼，有一句话咧讲，你甲我枉困，我明明都无做，你甲我讲我有，安尼叫做甘花喷人。毋过甘花喷人，啊，佫无够形义哦。那台湾人咧讲。甲改两字，变得甘花无天。咱知影讲，你若喙甘花对天甲舞落去，到尾啊，这个花袂落对别人身躯顶的。你甘花喷人，人佫会受伤；但是你若甘花无天，有一天这个花拢会落伫咧你的面的。这叫做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果啦。过来，咱来讲做人的情理。共款华语的成语内底有一句，讲劝人就爱知恩图报，对。知恩图报，唔通忘恩负义。啊，那台湾人咧讲，就是讲做人唔通忘恩背义，就按怎样？我那甲改一字，咱做人就爱知恩佮报本，对哦。知恩图报，改做台湾话，就是知恩甲报本，就爱知影讲代志起源头对倒位来，红气好食对倒位起伫，咱会晓答人的人情，安尼才叫做人的情理啦。你甲讲看有影无？